呢個，喂，琴晚至呢個民宿咪咁嘛，環境幾好，嗰個酒店咧就好簡陋，不過好乾淨，非常之乾淨，又係因為樓梯嘅緣故，上樓嘅緣故。完了。我好少嚟過嚇，你嚟過啊？斜頭。
လေးလေးဆို太近了哦，对没得找歪了，你看，这个够大。对，然后再拉远，再拉远啊。